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台山线上的东势哦，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得到呢，空气真的非常好。而空气的客家话呢，就是空气。那来到这里这么晚了，到底要干嘛呢？要带大家透过镜头来看我们的萤火虫火染冲。台中东势林场的火染冲进入大爆发繁殖期，在空气干净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夜间荧光闪亮，梦幻也很迷人。今天我们来到东势呢，赏萤火虫。而说到萤火虫呢，就是火染冲。那今天我们的导览员就是呢我们的钟大哥。钟大哥呢，先跟我们一起学这句客家话，萤火虫就叫做火染冲。其实赏萤火虫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哦。赏萤的时候，请勿捕捉；第二个就是请勿打灯光；第三个就是要保持安静。火染冲是春夏季接接看到改冲儿，而它们是靠闪闪荧光来求偶，千万不要打开手电筒来赏萤，最好在手电筒上头盖上红色玻璃纸，这才是正确的赏萤之道。到底什么地方呢，才可以赏到我们的火染冲？就是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因为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它的生态相就会比较丰富。钟大哥说的没错哦，所以呢，空气还有水呢，一定要零污染，然后非常的干净，这样呢才能孕育我们的萤火虫哦。就怕游客大拉拉的用灯光照射，所以东势林场的工作人员为了火染冲安危，不断的在现场进行劝导，也请各位游客上山的时候遵守规定，一起守护火染冲。讲到这个萤火虫出现的地方，代表那边的生态还算健康，保留得很完整，所以大家好好爱护环境，才能够一直看到萤火虫喽。复习今天学到新的单字吧，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萤火虫，火染冲，火染冲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空气，空气，空气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萤火虫是春夏季常见的昆虫，火染冲係春夏季直接看到嘅蟲兒，火染冲係春夏季直接看到嘅蟲兒。哦，讲到萤火虫，好久没看到了，希望我们下一次在夏天的时候也能够一起看到萤火虫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